兄弟平安，请恁若有人甲你的机车停伫隔壁的停车场，共影响人的动线，请恁先去甲你的车移开，谢谢。伊实在担当咱的忧闷，背咱的苦叹，总是咱掠做以受责罚。互相地拍，各受苦楚。若是伊为着咱的过失受伤，为着咱的罪过受害，伊担当刑罚，咱得平安；伊受鞭拍，咱得到医好。咱拢亲像羊迷路，逐人行家己的偏路。耶和华，互咱众人的罪。拢归伫伊身上。咱三甲来吟诗、圣诗104首。耶稣真正死过活，请起立吟全首。
咱做伙用主祷文来祈祷。阮伫天灵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成，你对恁亲像伫天灵。咱一时今仔日，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伫带阮入地去，要救阮脱离迄个歹个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们。请坐。咱做伙来刻印，刻印文第59篇。刻印文第59篇。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。因为人心信，就得到称义。圣经有安尼记载：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。伊话丰丰富富，赐予所求叫伊的人。毋过，因都无信伊，哪会求叫伊？都无人传，哪会听到？照圣经所记载，传播福音的人，因的脚热偌尼水啊！以赛亚讲：“主啊，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？”不过我也要问，因检真正拢毋捌听到圣经安尼记载，因的声音传遍全地。咱同心来祈祷，慈悲怜悯的主，听阮的爸上帝，全能的大主宰，天地天顶地下，拢充满你的荣耀。全地伫即个时，来纪念主耶稣基督对死搁活的大欢喜的好消息。阮搁一摆满心感谢主耶稣基督献本身罪罪，伫十字架顶为阮众人赎罪。第3日，死人中搁活，主耶稣基督，你是光。你若信你的人，无搁踮伫黑暗。反转，照着主耶稣基督得救，通称作上帝的百姓。感谢你极大的恩典甲怜悯，天父，阮感谢你应允阮，既若伫基督内，就通活出新的生命。旧的事已经过，拢变做新的。当离开世有偌远，你予阮的罪离阮也是遐尼远，搁要对你的活命的水泉白白赏赐，予枵喙焦羡慕你的人，予阮内面有换心正直的灵，诚侪新创造的人来荣光主。愿尊贵荣光归伫你的圣名。阿们。
赞美圣歌队要用耶稣基督来赞美。
秀秀。
享受上帝话记载伫约翰福音21章15节到17节。已经食早顿，耶稣甲西门彼得讲：“约翰的囝西门，你听我较行食的吗？”应讲：“主啊，是，你知我听你。”耶稣甲伊讲：“是我的羊仔囝。”第2摆佫甲伊讲：“约翰的囝西门，你听我嘛？”讲：“主啊，是，你知我听你。”耶稣甲伊讲：“照顾我的羊。”第3摆甲伊讲：“约翰的囝西门，你听我嘛？”伊就因为伊第3摆甲伊讲：“你听我嘛？”就又问甲伊讲：“主，你无所毋知，你知我听你。”耶稣甲伊讲：“是我的羊啊！愿上帝赐福听谈伊的话人，讲到牧师今仔日要互咱的信息，是我的羊啊！各位兄弟平安。今仔日是大欢喜过活的日，过活节。耶稣伫2000年前受害死，伫今仔日过活。顶礼拜日4月初5开始，到昨昏4月11，这是受难周。耶稣受出卖、受掠，互人降甲，佮钉十字架，死。第3天，拜5定，拜6一天过去，礼拜透早就过活。受难是为着要拯救。创世纪第2章，圣经旧约的第1本，创世纪第2章第7节，记载上帝用土做人，伫即身土红的鼻孔分一口气，人就变做有灵、有灵魂、有生命的活人。人有上帝予咱的灵性，所以咱拢会感觉神的存在。无论倒一国的人，美国上进步的总统，非洲上落伍的部落遐黑人，拢有家己的信仰，因为会感觉神的存在。所以人会想要献祭物、祭物，就是礼物，互咱的神。奉献上早的意义，就是巴结生命。人咧奉献，献金银财宝，献牛羊，互伊的神。迄自在意思是咧巴结生命，因为人一再犯罪，人真软弱，真容易犯罪。犯罪以后，佫感觉有神的存在，所以渐渐就开始巴结生命。真侪人爱甲一只羊仔杀死，甲烘做芳芳的烤肉，献互伊的神。甲伊的神讲：即只羊仔替我死啊！伊是替我死的，我甲即只羊仔烘芳芳，献互你做礼物，希望你欢喜接纳，赦免我的罪，佮甲我祝福满满，愈济愈好。啊，到底神有接纳伊的礼物无？有甲赦免无？毋知影，无把握。佮继续犯罪，献了佮无平安，惊惊，
就搁奉献。献了感觉无介好势，有接纳无？有赦免无？毋知，搁继续犯罪，安尼直直恶性循环。献礼物犯罪，献礼物犯罪。耶稣来吼，伊献家己做祭物啦，伊甲家己当做礼物献互上帝。伊就是替人牺牲迄只羊啊，一摆就得到上帝的接纳。上帝讲好，我接纳你。既然接纳耶稣，就接纳所有跟对耶稣来的人，拢总接纳。人一直沉沦啊，靠家己、靠别人，拢无法度互灵魂得到救赎。只有靠一个对天顶来的气力，甲咱开咧，甲咱立起来，这就是拯救。耶稣就是上帝，咱称呼伊做基督，就是救世主的意思。伊对天而来，伊甲咱开咧，甲咱提悬，甲咱立起来，甲咱拯救。咱称呼伊做中保，就是神甲人中间的保证人。通过伊，人会当转去甲上帝遐。耶稣是唯一的道路。今仔日是过活节吼，耶稣拜五早起9点钟定啊，到下晡3点才断开。信伊的人去领尸体，甲埋葬。搁活，伊死前后3天搁活。搁活意思就是生命在伫上帝，万权能的上帝要互一个人搁活，无啥物困难。生命在伫上帝。耶稣若无过活，基督教拢是骗人的。这个人明明死啊，伫十字架顶流血流滴，流6点钟的血，血拢流干嘛？这个人死啊！伊信徒领尸体甲放落来，该抹香膏。香油抹香香，最后的敬意，甲包包咧放伫坟墓。第3日，遐学生咧惊吓哀伤，耶稣突然间出现伫因的中，出现徛伫因的中间，甲因讲毋免惊，是我。伊真正对死过啊！伊互因看我的手吼，这顶的痕迹也伫咧血液。这插一空足大空咧，平顶咱举一支长枪对这个插一个，迄就是甲心脏插互破啦，互血紧流互打紧死啦。伫十字架顶足痛苦的，慢慢啊死啦。还佫有一个证明是安怎？咱知影主过活，要一个足要紧的证明。迄学生本来拢足惊死嘛。12个甲耶稣上亲密的学生，耶稣受定时走了了，一个甲伊出卖，犹太出卖耶稣，剩一个约翰甲一寡妇人人吼，这妇人人较勇敢。12个学生剩一个约翰，甲这妇人人徛伫十字架骹，耶稣有够孤单。但是耶稣过活以后，伊的学生看见，这个人就死啊，死啊，大哭哭啊，真正佫活起来，因为生命180度拢改变咧，因无再惊死啊，生命在地上帝，我想若惊死，主要救我，所以因死过去传到全世界，无搁再惊死，为真理大拼命。耶稣过活毋是出现一个就消失呢，
伊阁甲伊诶学生做伙生活40天。伫这40天内底，显现互足侪人看。后来阁伫众人诶面前上天。耶稣33岁就上天啊！伊出来传道理才3冬，但是伊诶影响，伊对全世界影响是上大诶，比遐皇帝、比遐将军拢搁较大。全世界有70亿诶人口，至少有一半信伊。直接军队伊，天主教徒讲10外万嘛，基督徒嘛讲咱有10外万嘛，合起来有30外亿直接军队耶稣，另外一半也未信伊，但是嘛捌伊啊，逐个人拢听过耶稣的名，圣诞节全世界拢在庆祝啊！各位兄弟，耶稣本身就是最大的信者。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吼，自过外以后，有一早起吼，甲学生做伙咧食早顿，因食烤鱼啦，食鱼啊。耶稣特别针对迄个足活泼的学生彼得，甲伊讲：彼得啊，你有听我无？彼得讲：主啊，你知，我足听你。耶稣讲：去饲我的羊啊！连续讲3摆哦，迄就是因为彼得听讲主你会受掠会受难，别人会害你，会惊死，我绝对袂，我缀你吊，我保护你。耶稣讲：哎哟，若是你吼，阴暗假提的大声，假也未提，也未天光，你就要3摆毋认我啦。后来真正耶稣互掠去。彼得缀伫后壁袂放心，算较勇敢嘛。但是3摆去互认出来，讲：这个就是耶稣迄党的，耶稣的徒弟啊，甲掠起来。伊拢讲：你莫有白讲哦，我毋捌你，我甲迄个人无关系。连续3摆毋认主，甲第3摆毋认的时阵，路加福音有记载，耶稣活过来甲伊看，迄眼神充满怜悯吧。彼得足见笑，伊想着主讲的话，假提的大声，你要3摆毋认我，出去放声大哭，足艰苦。主过我的时阵，甲问3遍，彼得啊，你有听我无？伊讲：主啊，有，我听你。耶稣讲：去饲我的羊啊！这就是心灵完整治疗啦。身体、心理、灵魂完整的治疗。耶稣了解人的心，伊毋若医治你的身躯，伊也医治你的心灵。彼得啊，你3摆毋认我，好，我用3摆的机会，互你自我肯定。是主，我听你。连续3摆自我肯定，然后老师嘛3摆肯定你，去饲我羊啊！去饲我的羊啊！去饲我的羊啊！各位兄弟，用3摆自我肯定，佮加老师的肯定，来抵消彼得3摆毋认主。这句去饲我的羊啊，偌沉重呢，足沉重呢。讲较白咧，耶稣是咧招伊的学生做伙死呢。毋是较轻松呢？耶稣招咱甲伊同工，这是足重要的代志啦。甲耶稣同做工，伊嘛招咱甲伊同死呢，这太沉重。咱读的是约翰最后一章21章的头前，较后壁21章的18节，耶稣就搁甲彼得讲啊嘛。到你年老的时，你会互捆绑，掠去你无爱去的所在。后影呢？教会历史安尼记载，彼得后来去罗马政府掠去啊，判死刑嘛是钉十字架。
彼得竟然要求讲：我出应邀甲主同定，但是我无资格抄伊安尼定，你甲我定倒头栽好啦。听讲彼得是倒头栽，定死伫十字架顶。咱的主邀请咱甲伊同工、同死、同过活。咱的主邀请，一直咧邀请，伊是找人的上帝哦，伊找着咱哦。伊爱咱甲伊同工、同死、同过活。约翰福音11章，咱等下先看卖吼。约翰福音11章47节到53节。约翰福音11章47节到53节，这有足恐怖的记载呢。当时的祭司吼，迄是上神圣的人呢，伊是专门咧引带人敬拜上帝的人嘛。但是耶稣的时代，迄个神圣的祭司完全对立，对旧约到新约，圣经内底足侪死人过活的故事呢，真奇妙呢。上帝救人呢，但是路加福音20章27节，甲咱讲，祭司拢无相信过活，这是足严重的代志。无相信过活，就是无相信灵魂呢，无相信永远的存在，死后的存在，无相信最后的审判，无相信天堂地狱，敢若相信今生，敢若注重一世人，安尼就惨啊！因敢若注重眼前的利益，所以祭司爱做官，爱贪污，爱趁钱，爱巴结罗马政府。因为当时因犹太人是由罗马政府管的，这就严重啊！所以约翰11章记载，当时的大祭司，耶稣时代大祭司就是该亚法，该亚法召开公会，罗马政府和犹太人相当的地方自治权。互因会当有家己的地方法院，公会就是因的地方法院，拢总71个议员，大祭司是议长，下骹70个议员，拢是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，祭司就是撒都该人，哪会称作撒都该？撒都该的来源吼，即马大家学者拢同意。应该就是主前1000年，伫耶稣出世以前1000年，大卫王的时代，迄个足伟大的祭司叫做撒都，对撒都来的后代，这祭司后来拢称作撒都该人。撒都该有公义的意思，因为撒都就是公义。这撒都该党的，这祭司自称公义。公会议员也有一半是法利赛人，法利赛就是敬虔的意思，足敬虔的人。因这拢知识分子，法利赛人会称作律法师，专门研究律法，就是因的法律。经学师专门研究圣经。法利赛自称敬虔，撒都该自称公义。耶稣讲：恁拢假冒伪善，恁拢欺负孤儿、寡妇，侵占人的财产，爱钱。恁骗善人的钱，恁这两党的，恁有钱有势，恁伫犹太社会掌权，恁本来会当替百姓做足侪代志，可惜。恁变做两大诈骗集团，撒都该、法利赛，拢是当时的诈骗集团。
食人的肉，剋人的骨，弑人的血。耶稣足无客气，甲因批评。迄个大祭司，伊是犹太社会地位上悬的领袖呢。伊召开公会，迄个会议，即摆会议只有一个目标，互耶稣死啦，互耶稣死。迄大祭司甲因讲：代志足严重啊！哦，这个人惊足侪神者，愈来愈侪神者。最近惊一项惊死人呢。咱这附近有一个少年的，叫做聂撒罗，死4天啊，尸体都臭去啊。听讲耶稣去徛在伊的门口，大声喊：聂撒罗出来！迄死人讲真正行出来。啊，在场有足侪人看到，大家惊一个。即马大家拢信耶稣呢，拢听耶稣的话，无过再听咱的话，咱就无通挑啊！这大大影响咱的利益。大祭司直直讲哦，伊讲这信耶稣的人若愈来愈大阵吼，一定会引起罗马政府的注意。独裁的政权上惊百姓团结，军队耶稣的人一定愈来愈侪，会惊动统治咱的罗马政府，会起兵来甲咱消灭，夺取咱的土地、人民、财产。咱看伫约翰11章49节、50节，该亚法大祭司安尼弄。伊对遮个议员讲：恁毋知啥物？恁无想看觅，一个人若会当替百姓死，免得全国灭亡，就是恁的利益。这毋是咧讹落耶稣一个人要替众人牺牲呢？这就是讲一定爱互死的啦，爱甲害死啊，变互死啊！用咱即马较白话安尼讲，就是安尼哦。恁这议员空空啦，毋知半项啦，恁莫阁戆啊啦！咱着互这个耶稣紧死啦，免得全国因为伊来灭亡，这才是咱的好处。现在掌权的人，因哪有咧关心百姓的死活？因关心的是家己的利益啦，互耶稣死，百姓才会翻头来听咱的话，咱就有利益通挑，这才是咱的好处。约翰14章53节讲，对迄日开始，因就计划要杀耶稣。直到今仔日，世界独裁的国家拢咧迫害基督徒，因为独裁者甲家己当作神，爱百姓敬拜伊，百姓惊死，只好拜伊。只有基督徒毋惊死，全世界基督徒拢反对不公不义，反对独裁者，无爱拜伊。基督徒独只有敬拜上帝，所以独裁者上该怨恨基督徒。现在的基督徒，咱哦，伫主过活的日，咱咧思考这个点，耶稣招咱聊落去，甲伊同工、同定死、同过活，咱捌甲主同受苦过无？还是咱嘛变做教会甲社会的既得利益者？咱是毋是爱名爱利？贪财，爱有钱有势，咱是毋是袂记咧受苦的主？耶稣是白白为咱定死哦，还是有功效？咱是毋是袂记咧遐受苦的人？咱会当为咱的家人厝内底人做甚物？咱的父母兄弟姊妹，咱会当为教会为社区做甚物？咱会当为主做甚物？圣经的教示。也就是上帝教示，明明白白、便便规本踩伫咱的眼前啊，清清楚楚，
咱的主拼甲死去活来呢？安尼，咱做伊的学生，有要甲咱的主同工同死同过活无？还是咱要做撒都该，要做法利赛？咱当下照镜吼，咱的面型啊，咱的面型啊，到底是信耶稣，还是信出卖耶稣迄个学生犹大？咱同心来祈祷。听台天父，你来世间，阮称呼你基督救世主，阮叫你耶稣。你疼人到安尼放杀性命，行上十字架顶。你阁甲你的学生讲，我来是要互我的学生得到性命呢，而且得到更较丰盛的性命。愿你互阮智慧，当阮伫上帝、天父上帝甲世间需要选择的时阵，会当选择阮伫天的爸。阮的主是教示阮爱熬三听，无自私。愿你帮助阮学习行上十字架顶的主，疼人亲像家己。因为这个三听，会当互阮的生命更较丰盛，更较有意义，更较有价值。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。阿免。按三角来吟回应的诗，圣诗113首，我来调见你，救赎我的主。
奉献，回应上帝听，遐尼大，遐尼深，要用诚心乐意来奉献。咱来看教会消息。本主日是主耶稣过活的节庆，做伙享受主耶稣过活的喜乐，也愿咱一生为着主来活。第二，2022年年度4到6月新眼光读经已经送到，请有登记的兄弟到办公室领取。第三，需要2019年奉献证明的兄弟，请伫本日起到办公室签收。第四，因为疫情，本会主日礼拜只有一场台语礼拜，伫上午9点举行，为着分流会友减少接触，同时开放1楼大礼拜堂、1楼的副堂、2楼的副堂、3楼3曲1的教室，拢总有4个场所。第五，主日礼拜，咱4个场所的椅仔拢有搭无共款的设置来做区别。大礼拜堂是黄色，1楼副堂红色，2楼副堂蓝色，3楼3孔1的教室青色。兄弟恁入来，领着恁的体质，伫服侍人员的指引，咱到指定的场所来礼拜。且毋通甲
前礼拜的体质过来重复使用。因为疫情，今年咱的过活节无要过送复活蛋，母亲节的庆祝活动，个迄个敬礼也拢暂时停止。补充报告的2点：4月18下午2点半到5点，台南中华财务部中华财务会计检查伫后甲教会。搁一点，4月19日的礼拜日下午3点，台南中华昆生教会黄忠宏牧师就任第4任牧师的受职，甲林忠进牧师进庭退休感恩礼拜。遗体交通，本教会蔡林秀伦姊妹伫4月初7举行入殓告别礼拜，遗作感谢教会牧长永久会友的关怀，愿主安慰遗族。第二，本教会陈怡珍姐妹伫4月11日举行追思告别礼拜，遗作感谢教会牧长永久会友的关怀，愿主安慰遗族。教界消息大岛防疫措施，个咱奉献的办法，请咱家己看。即时咱来读本周的金句，我读一摆，咱做伙来读2摆。耶稣佮甲因讲：愿恁平安，我找恁，亲像爸有找我。约翰20章21节，咱做伙来。耶稣佮甲因讲：愿恁平安，我找恁，亲像爸有找我。约翰20章21节，搁一摆。耶稣佮甲我讲：愿恁平安，我找恁，亲像有找我。约翰20章21节，介绍。我来介绍本会蔡林秀伦姊妹已经伫4月初7举行告别礼拜，家属今仔日有来参加咱的礼拜，要来甲大家答谢，请咱起立，甲大家行一个礼。感谢恁来，请坐。陈丽珍姊妹已经伫4月11日举行追思告别礼拜，因的家属来。要甲大家答谢吼，请恁起立，甲大家行一个礼。好，感谢恁来参与敬拜上帝，感谢，欢迎恁常常来。教界消息第2点，下主日上午9点半，咱教会出身的即马伫台中中会柳园教会牧会陈佑成牧师。进庭退休感恩礼拜，伫柳园教会举行。咱伊真热心，伊敲电话来，互我咧讲，意思讲真歹势，真爱咱有人去啦。咱家己多学看卖，自由参加。迄个咱有甲牵周报，嘛有甲寄迄个贺片去，甲祝福。以上报告，感谢大家。咱做伙来领受祝福册卷，圣诗386首，天下万邦万国万民，请起立。
愿耶稣基督各我的权能气力，也赏赐落来，伫逐个兄弟姊妹的身躯，尽一世人为主做工，归因光伫天父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灭道避讳，咱互相请安。